今年的1月2日，农历过年前，高速公路有一台电动轿车要驶入去杨梅休息站的时阵，去弄到分隔岛，4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讲这个休息站，为2021年的年底开始启用，这3天来，已经发生12件车祸，带走着5条的人命。入口道的设计甚受欠点，影响到讨论。电动车的发展，互看做是全球交通重大的里程碑。但是提供电力的锂电池有真悬的自燃性甲复燃性，深受安全的隐忧咧。专家来提醒，一旦发生着意外，这救援甲处理有一定的标准作业定数，嘛一定要谨慎小心。这电动车自燃的悲剧，带来什么款的警示？驾驶人甲用路人要安怎来确保着自身的安全？咱做伙来了解。初步来看，是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跟这个操作不当2大原因。去看那个匝道设计，就是它就完全不符合规范。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休息站是像这边这样子。电动车有高度复燃性，24小时到48小时都有可能复燃。燃烧的速度是瞬间是很快的，而且量会很大，它可能1颗就可以足以造成整台车的车祸。2020年正月25，旧历春节假期的头一天，本该是欢喜团圆的日子，却有家庭拄到重大意外。电动车准备进入休息站内，下一秒却猛撞上前方分隔岛，车体零件喷飞，扬起阵阵烟尘，车辆随即开始起火燃烧。警遭获报赶到现场，布下水线灭火，并抢救车内乘客，紧急将人送医急救。这天暗时，高速公路国道1号杨梅休困站头前发生电动车自燃车祸，造成4个死，4个受伤。不过，这不是这头一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整台游览车车头因为撞上分隔岛，已经全毁，车门也被撞断，和这一次电动车疑似发生自撞的地点一模一样。根据国道公路警察局统计，杨梅休困站启用到今3天多来，已经发生12件车祸，当中造成5个人过往。这个路段敢是因为设计不良才会接触车祸。咱地长期关注交通问题，也因创作者花火罗来现场做伙看卖。它阻隔2个车道，它并不是汇入到主线，它是一条直接的，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是直接的灌入到就是那个休息站里面。那你在短时间内，你一次要看到说，我现在到底要切进去，还是这条要直走？那外线又是什么？驾驶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很难反应。都是符合规范，就是符合部班的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可是我们会在目前的设施的基础上，再持续的去强化，包括宣导用路人不要去跨越这个双白线，那到这个路段要适当的这个减速进入交流道区不要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这样才可以减少用路人失误或未注意车前状况所导致的这些事故。它是写休息站的速限是50，但是你实际去算这一个它的弯度曲率，它的平曲率半径大概只有27公尺到25公尺，那你换算到公路路线设计规范里面的话，这样的一个曲率，它的速限是只能25。民众所秀出来的那一张图，它其实已经在停车场的站区里面了，那个已经不适用这个50了，它就在适用我们一般停车场区里面要去减速慢行这样的形式，所以2个是不一样的。这次有人在讨论端头，就是水泥护栏前面。那个需不需要有一个环状的设计，一个吸收冲击的一个设计？在美国的确都会有那个比较缓冲的设计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设计规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强制性，说一定要装这个。那这个就是设计规范比较没有跟上国际的部分。那有关用路人反映说，现场那个护栏是混凝土护栏太坚硬这个问题了哈。它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要区隔主线车速很快。那这个休息站停车场区很多人车慢行上车下车，这样我们要区隔这个车速，避免它跨越跑到休息站里面去。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擦撞，如果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话，不管是直栽或软性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冲进去停车场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亡。进入休困站进前，减速的车道敢有够长，嘛引起着民众关注。
依照规范，它从100降到80，它需要的一个长度是100公尺。但是我们现场的一个长度留射的话有150公尺，比这个规范还要长。第二段的话是从80降到60，这个部分依照规范是要留射80公尺，但是我们现场的话的长度是长达225公尺，所以实际的长度都有高于这个规范。设计杨梅休息站的原因是特别是从高架从汐止以南，汐止的里程大约是11K 嘛。到杨梅大约70K， 那整个里程大约有60公里。那我们高速公路一般设计就是说大约50公里会设置一个服务区啦。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其次的话就是设计一个休息站。这个地方每一天通过那一个车道跟休息站，一天有8000辆，一年有300万辆，所以你用比例来看，其实并不会说特别的高。多数人其实依照这个规则，正常这样子开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高工局强调，一切设计拢下规定，冇必要设休困站。不过，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团队伫咧现场翕甲观察，已经有反光板交通条，搁有灌水式交通筒的装置，也是有驾驶有疑虑，险啊驶唔到路线，表示相关的告示甲提醒，也搁有提升的空间。第一个是在靠近岛头的这个潮化区，我们会把它再扩大，希望再减少用路人去碰到这个岛头的机会。第二个，在这个潮化区的前方有120公尺的这个双白线，我们会去加密增加这个360度玻璃反光标记。你的车轮只要去跨到这个反光标记，它就扣，会强烈的震动，让你的车子感到说，你已经违规了，不要去跨这个双白线。这届拢总4个受伤的自动车祸，驾驶敢若是使用自动辅助系统，互认为是调因之一。高工局嘛对这来设警示牌提醒，嘛有电动车的专家亲身来测验。这个路口在自动辅助驾驶的处理之下，好，这边很惊险哦。刚那边很惊险哦，就是那个路段有变窄，它又有一点弧度，所以我发现速度如果是蛮快的情况下，自动辅助驾驶它把方向盘拉回来的速度如果没有这么敏感的话，它的确很有可能直接冲撞到就是发生事故那个位置用比较不一样的速度去经过那个路段，其实辅助驾驶或甚至于是人在驾驶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应不及，所以这个路段必须要很小心。目前电动车的自动辅助驾驶分作6级，等级0到2，驾驶原来需要家己驶车；等级3到5，才会当免亲像驶车。根据报道，当日出车祸的电动车是配等级2的辅助驾驶系统。车祸发生的时，这个系统敢是开的？咱请专家来提出看法。在影片上面看起来的话，它还是蛮偏道路的中间，所以如果以目前没有更明确的数据的话，可能会偏向以它有开启辅助驾驶为主要的一个参考。以目前电动车的配置情形，电池是放置在下半部的，而且是后半部的地方。如果它的完整性还存在，那可以推估出来，它的电池应该是没有着火，甚至没有太大受到碰撞产生异常性的一个反应。一般汽车的所有的内装，以相关的法规的规范，它要设计成难燃的材料等级。那难燃不是不会燃烧，不会烧，它只是比较难燃烧。如果这是前面的地方产生拉扯撞击，这个跳脱了，就会产生很大的火花，周围的附近就会把它引燃。那这个是乘客舱的位置，目前还算是有完整性。这一次这个案子发生的话，它是属于前面去撞到硬物，然后产生很大的撞击、很大的拉扯，很容易把这边的电线产生拉，或者是产生一个截断的一个情形。那一碰撞之后，它可能会形成所谓的短路。那个短路是跟车身的金属的部分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弧火花。那个电弧火花的话，它可能高压电产生电弧火花的强度会很强，可能会让周围附近可燃的物品产生起火。
专家指出，虽然电池导火不是这架火烧车的主因，不过英国也是有不少案例，安全性的问题袂当看轻。它每一个正极板或负极板，它会有涂布很多的化学物质、锂啦等等的一些物质进去。它如果使用一段时间产生老化、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发生一些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所以在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听到有人称呼叫热失控。一般的电池来讲，我们分为阳极跟阴极，有正极跟负极，那中间会有个隔离膜，那隔离膜的上跟下会有电解液。所以如果不小心这两个发生了一些短路，正跟负发生了接触，但是异常性的接触呢，让我们形成叫短路，短路就会产生火花。小小一粒无到4V电压的电池，若是小可小度就会产生火光。想看卖，若是几百粒甚至是上千粒斗做伙使用的锂电池，若是发生意外，迄是不得了。所以它燃烧的速度瞬间是很快的，而且量会很大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绝对不能小看它一颗，它可能一颗就可以足以造成整台车的摧毁。它会跑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所以说整个电动车电线走火或起火的时候，它所燃烧的范围会很广泛，这是整台车烧掉的一个情形。因为电线是整台车都会配色的。能源不断窜出，众人拿着灭火器着急灭火。25号晚上，杨梅休息站发生电动车自撞的火烧车意外，警消人员以及民众见状立刻投入救援，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他。后面有小朋友，那安全带解不开来，叫我赶快去拿剪刀。对啊，然后我拿了剪刀，我就赶快冲进去。事故现场无顾一切到抢救的人员，拢真勇敢，互人钦佩。不过，若真正拄到锂电池导火，那是会使上好还是交予专业的消防人员处理。德音报呼叫，现场有一台车辆，疑似电动车，那个底盘有起火，有喷射火焰，请同仁准备布线。假如电动车的话，我们是怕我们有触电的风险，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断电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快速燃烧，它的燃烧很快速，然后温度很高，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看到它冒烟，可是它等下一秒可能马上就起火了。对第三个它有毒气体跟腐蚀性液体，所以这一些会造成我们人员危害，所以我们呼吸道一定要保护好。搜救队穿全套的防护衫配呼吸器，亲身示范正确的拍火程序，乘坐行位卖互车刷叮当，坐落来甲导火点拍互花。再来就是换我们的防火毯，我要让里面空气隔绝，所以我会把整个车体覆盖之后，我再把它确实的踢进去，让它没有氧气在里面。一样会观察，我现在的火是已经控制在里面了，比较不会扩散燃烧。好，然后这时候我的人员我就拿我的底盘苗子，针对它电池喷射的地方，或者是它电池有破损的地方，进去做一个灭火攻击。上界理想的锂电池拍火方式是甲导火的物件完全浸入水里。不过面对电动车这么大的物件，敢若会当赶紧降温、控制火势、观察一直到火完全化去。它是属于没有氧气它都可以烧，因为它里面是所谓的化学物品。那化学物品如果我们用一般的灭火器、干粉的也好、泡沫也好下去的话，它只是做部分的覆盖，那它的热量还会持续的产生。因为电动车它有高度复燃性，24小时到48小时都有可能复燃所以即使变到脱掉回去的时候也都要非常请脱掉业者跟警方非常注意它事后处理的部分。好，可以拉小一点，对。好，那针对它的底盘灭火攻击完，然后我们就刚刚说会有热显像也持续观测，然后在它温度下最好是60度以下相对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复燃。对 ，OK， 那我要出勤了。
对，那条水线就不要了，我们就等下拿车上其他水线。采访的过程当中，警报开始弹，辛苦的消防人员随出动，赶去另外一个国道的车祸现场进行抢救。民众有正确的知识，培养好的驾驶习惯，交通主管机关确保道路的规划完善，才会当为源头降低风险，避免类似的意外悲剧再发生。